各位兄弟平安。中秋佳节，还未过，今仔上尾工。今仔过了，就是秋天。其实最近几工，伫咧厝咧困的时阵顶个拢爱开冷气，即马敢若免啦，因为若开的时阵会寒醒来所以咱来吟诗学乐，来吟诗学乐上帝。咱来看圣诗340首，圣诗340首。主，求你怜悯我，除去我所有罪过，世间私欲，甲我独离，互我内心清气。伊这6节拄开始拢讲，主求你怜悯我。因为咱有影需要伊怜悯，因为咱是有罪的，咱有当心内郁卒，有颠叛，有当伫苦战中，有当咱行迷路，有当风影真悬，有当经过死河，所以咱若无求主的怜悯，甲咱引带，咱有当行袂过。当咱愿意安尼看的时阵，主就甲咱三角地地，伊互咱安怎？内心清气，使你快乐，互你永行平安。搁有你行的天路的路中，伊拢带你行。另外，伊搁踮伫你的身边，搁互咱拢有欢喜快乐。所以这首就提醒咱，咱爱知影咱家己拢无够。当来到主的面前，咱若谦卑求救，伊就成做咱上大的帮衬。来，咱唱第1节甲第2节。来，主求你怜悯我，除去所有罪过，世间所有甲我独离，我内心清气。第2节。主求你怜悯我，我如错地盘，我罪孽定中落魄，让神的所光这小调唱起来敢若小可悲伤，我悲伤内底，上帝互咱有望，所以悲伤内底，迄个勇敢，嘛有迄个望伫咱内底。咱快来看圣诗173首，恳求永活主圣神，定心充满我，恳求永远。主圣神定心充满我，破碎塑造锻炼动用，恳求永远永活主圣神定心充满我。咱有影拢爱时常恳求永活圣神充满咱。咱敢若食基督徒了，圣神是甲咱三角地地。有知影咱行偏的时阵，圣神袂对咱偏，伊共款行直的。所以，咱就爱求圣神定心，甲咱充满，甲咱刷转来正路。安尼，伫咱圣神的带领中，咱会破碎、塑造、锻炼、重用，这是对咱家己的。咱对别人的，咱就知影牺牲、谦卑、克己来对人，嘛知影来分享上帝担咱顶悬的恩典互因。这就是咱基督徒在世间的本分，所以咱做来唱173首，第1节、第2节。
恳求生活主相信，定心充满我。恳求生活主相信，定心充满我。我心所作，感恩荣耀，恳求仰望主相信，定心充满我。第二节，恳求相信的高官，分享多最高，张望真心求好运，好无可听从，一生甜蜜，刻记分享，恳求仰望主相信，主光天保。好，真好势。来，咱过来看圣诗71首。才讲到，基督是世界的真光，除了伊以外无别项，无别个。伊嘛是世界的和平，基督嘛是世界的活命。基督就是主上帝，伊是圣神、圣子、圣父三位一体的上帝。所以，除伊以外，拢无别个。所以，咱在这个世间，有诶，咱在传福音，有人啊，耶稣就是人出世的，其实伊是请着玛利亚降落世间，成做咱人的款式。伊愿意经历人的软弱，啊，嘛，互咱做一个学习。咱咧世间就来学习。耶稣基督在世间，伊所做所行，因为伊成做人的时阵，伊会使安尼做，咱会使无？会使。因为咱若安尼透过伊，就会使甲咱的爸结连，成做一体。咱会唱第一节甲第二节，来。多世间真光，日光无把勒，日暗中光，这下地来降生，人那看见伊，亲像看见地北，阳光之光上帝。第二节。日多世界和平，日光无把勒，无人拍山伊，山来看天把勒，下人叫人来，大悲下在之天，阳光之光上帝。咱今日金丝学到到这，咱平凡心。请大家平凡心敬拜上帝。
上帝啊，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，我的喙唇要学罗你，我要活的时要安尼学罗你，我要奉你的名起我的手，我的心神要饱足，亲像食骨切油脂，我也要用欢喜的喙唇学罗你。咱三角来吟圣诗340首，主求你怜悯我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咱以愿徛伫同心来祈祷，至悬至大全能的爸上帝，让全世界受到 COVID-19 疫情严重影响，已经将近3年。台湾伫政府的固守平安经过2年，总是病毒不断变化，也必须开放甲世界交流，因为伫台湾普遍受 Omicron 感染的隔离。感谢主，会友虽然也有一人受到感染，总是无得到重症，平安恢复。拢是求你保守阮伫主的圣日，互阮无论伫圣殿，还是伫山顶，拢会当同心来敬拜阿罗你。你赏赐阮原本美丽的地球，总是人无疼惜，破坏大自然，为着人的方便，污染严重。地到气候反常，天灾地变，一个所在无雨欠水，也有沙无落大雨做水灾。感谢主，固守台湾这个岛屿3年无风台，今年也同款。伫前礼拜，风台经过台湾的边仔，
当阮欠水的时，及时带来阮所需要的雨水。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已经半年外，至到有人千万人离开家乡，变做难民，全世界的经济也拢受影响。求主怜悯各受疫情、受战乱死失的人民，愿主赐予全球执政者智慧，听你的话语来固守原本美好的世界，也愿公义甲和平会行伫咱世界中间。求你赦免阮的罪，阮的原罪，互阮常常掠家己做主，阮自私、骄傲、怨妒。阮疼心无够，看无别人的需要，阮心所愿意，却常常做袂到。求你的圣神甲阮同在，催逼阮甘心乐意，做伫至微细的兄弟亲像。感谢主，差遣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，成做人的形象受苦，顶十字架，用伊宝血来洗清阮的罪。伊的国话，互阮愿意。认罪悔改，信靠伊的时，阮就得到新的生命，互阮有永远的活命愿望。阮所敬听福佑长老，尽忠伫教会服侍，你毋甘伊伫世间的病痛，接伊转到天家，也求你安慰遗族，甲每一位认捌伊的兄弟，擦去阮的目屎。有一天，阮要过三件。阮的祈祷无完全，即时阮要用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讲：我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城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，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我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有你带阮入去去，就对阮看得见的歹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向来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请大家掀开新版圣诗后面2101页启应文56篇，就是《约翰福音》第1章，咱3角来启应。创世以前就有道甲上帝同在。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，一切受造的逐项，拢是通过道来创造。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，伊伫世间，世间通过伊来创造，毋过世间人毋捌伊，遐会接落伊的，就是信伊的人。伊毋是对血统，毋是对肉欲，道成做人，踮伫咱中间。我有看见伊的荣耀，伊对伊满满的恩典，律法通过摩西颁布，无人捌看见上帝。三角来吟圣诗173首，恳求演活主圣神，请起立吟全首。
请坐，咱三角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上帝，阮心无记，亲像落喙焦，心无溪水。搁一摆用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要仰望你的恩泉甲光照，追求你的教示甲真理。恳求你用你的慈爱，互阮到伫青翠的草坡、安静的水边，互阮的灵魂真应得到真实的把照甲福气。互阮的也恳求你来感动下灵，来引导阮的心智，互阮对你领受，会晓为你付出，明白是比受更较有福气的意义，将阮对你所得到赏赐，成做传福音的快乐，互别人得到祝福，来归荣光互你。阮来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三角来共读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4章21节到41节，请咱注意看，听我来读。21节，佮甲因讲，人举鼎来，敢是下伫斗下，还是床下，敢毋是要下伫灯台顶，因为有稳捌的。无，毋是要显出手空的；无，毋是要略显。若有耳孔通听的，就听。佮甲因讲，就谨慎所听的。你用什么牛来量，也要用这牛来互恁；佮要加添互恁，因为伊若有的要互伊，无的，连伊所有的也要甲伊抢去。佮讲，上帝的国亲像人也建伫地里，暝时困，日时起来，迄个种子发搁渐渐大，伊毋知迄个受益人地自然生，起头是后来有穗，佮后来穗就结做五谷。五谷已经熟，就起来，因为收割的时到了。佮讲，上帝的国，咱要怎样来比拼伊，还是要用什么譬如来表明伊啊？是亲像一粒挂菜籽，也落地，虽然比地上百项的种子较细粒，若是已经压落去。就发生渐渐较大地拢种的菜苋，佮发出大的枝，比到空中的鸟会歇伊的荫的。利用侪亲像即号的譬如，传道理互因，叫因所会听的。若无用譬如，就无甲因讲。到单发生甲伊伫地的时，就拢总甲伊解明。迄日已经暗，伊甲学生讲，咱过来去迄边看。因离开众人，带耶稣就安尼落船，甲因三角去，还有别只船甲因去。波头风大起，影破入船。直到船底满满，若是伊伫船尾倒伫枕头底困，学生叫伊醒，甲伊讲：先生，我要无命，你无要紧吗？伊就醒，接被风甲海讲，着静静，风就煞，也大颠颠。伊就甲因讲：你毋啥事遐惊？恁还袂有信吗？恁就大惊，三角讲，即个是甚物人？连风甲海拢顺伊。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。下面要请阿萨斯班来赞美，你敢毋知？
要请牧师来讲道透光的使命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。今仔日阿萨诗班所带来，你减毋知一首的诗歌，非常的感动。这首的诗歌会问咱问题，咱减毋知，毋知啥物代志，咱对咱的上帝敢有真正来认捌？咱敢对家己敢有认捌？其实人是真有限的，少年人也会野生勇壮的人也会滑倒。咱人伫世间的年日，其实上帝拢定着好势。咱徛起的所在，咱伫世间的年日，咱看到前几天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，伊伫9月初8。伫下晡伫苏格兰安息，伊伫世间有96年久。伊工作到伫最后一日，伊前一日才任命英国新的即个首相，一个年轻47岁的即个女首相。自古以来，无迄个无死的君王，只有君王伊的德行。伊所做，才会当甲伊伫世间长老。这个女王真特别，2016年的时阵，伫伊90岁的生日，教会有替伊出版一本伊的传记。伊这个传记，安尼讲起，讲罗伯女王甲伊所服侍的君王。这本册是英国圣公会所出版的册。伫册的内面，这个女王自称家己是一个罗伯，伊称呼耶稣基督是伊服侍的君王。迄本册的内面，会讲起伊参加礼拜、读圣经，这是伊固定的生活。迄也是每一日伊快乐的来源。迄个女王安尼讲。讲每一日拢是新的开始，我知影我的生活唯一的方法，就是努力来做正确的事，眼光甲放互远，尽我的力去信靠上帝。昨迄个国家地理杂志因有将过去因有一寡无发表的相片。甲刊出来，其中有一张相片，我特别注意到，就是1970年左右，迄个相片是对一个王宫内面有一个人开车出来，迄个人就是女王。伫迄个相片的下底有一排字，迄讲起伊讲开车是要去参加主日礼拜。我真好奇的，伊参加主日礼拜，是伊家己一个人开车，拢无其他的侍卫甲伊3个弟弟。后来我搁查，原来伊去的一个教会是一个白色的一个教堂，足细，迄个细细的教堂叫做女王的教堂，非常细的教堂。伫迄个教堂的中间，伫去遐参加礼拜。这互我看到，伫世间做一个君王，伊也知影讲这是对上帝来的这个呼召，伊所行出来是无共款的生命态度。掠上帝最忠心的君王，甲掠自我最忠心的君王，迄是完全无共款。摩西的时代，埃及的法老伊掠自我最忠心；耶稣的时代，罗马帝国的皇帝凯撒，伊掠自我最忠心。用掠人最忠心的帝国，迄是无法度互世界去实践上帝国。罗马皇帝奥古斯都。伊的生日，迄是当时全罗马帝国境内共同的假期，
迄一日，互人称作好消息。好消息的日，第生日，该当称作好消息。好消息就是福音啦。凯撒，这个意思，一讲起，伊是神的囝。这两个名词伫罗马帝国的中间，是普遍的人所会通了解，并应用伫罗马皇帝的身上。所以换一句话，皇帝出世是好消息；换一句话，皇帝就是神的囝。这是罗马帝国的中间因普遍的理解。但是当咱咧看马可福音的时阵，伊一开始咧甲咱讲啥物？讲这个好消息，这个福音，上帝的囝，毋是罗马帝国的凯撒，毋是迄个皇帝。这乃是对旧约中间的应允所应验的，伫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所以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一讲起上帝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所以换一句话，马可福音伫迄当时是非常咱讲激进，伊非常来的信息，直接挑战迄当时罗马帝国所宣扬的帝国的权。但是咱也爱知影，马可福音写作的年代是教会初受迫害的时代。迄当时教会领袖，无论是彼得、保罗，因已经拢顺道去啊。教会伫迄个大迫害的中间，咱要做啥物代志？咱是要落去密起来，也是会当做啥物款的代志，来将这个福音的种子会通生传出去。马可福音的作者，伊做伊会通做的，伊就是将耶稣的故事一一甲写落来。伊咧写的时阵，伊咧表明，只有这位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，是福音的起头，毋是罗马帝国所认捌的凯撒是好消息，伊的生日是好消息，毋是凯撒是神的囝。伊通过伊的文笔，通过伊所写的，这诚做一种对抗帝国的溃烂。马可福音毋是鼓励信徒举起武器来去征战，毋是，伊毋是用武力，伊伫遐鼓励咱，鼓励迄当时的信徒，都爱将耶稣基督所传的话语来甲活出来。这个话语就哪亲像咱顶礼拜所看到的，是一个野种的人，野种伫咱中间。咱是迄个好土地，也是一般的地。咱的野种，敢有真正互上帝话语栽种伫咱的内面？今仔日的信息的中间，伊用无共款的譬喻的方式来讲起，这个上帝国、上帝话，亲像种栽种伫咱的内面，也亲像火倒伫咱的中间。伫迄个大迫害中间，这个火你应该怎？是爱举互悬，还是安怎暗藏落来，莫互人知影？若是黑暗的时阵，有人要来掠人，你想看觅，你会将迄个火安怎拍互熄，甚至安怎袂通互人看到？因为只要有光，敌人就安怎会吹来。但是马可福音的作者，伊毋是安尼讲，伊是讲迄个火就爱举互悬。耶稣基督宣扬上帝国，对抗罗马帝国这个地面上的国。其实咱来看到历史上每一个地面的国，也挑战咱每一个人内心的价值。要安怎互上帝国会通落实伫地面国？只有爱人民普遍的觉醒、甲行动，
互帝国统治者遐有野心的人会通安怎？会较收煞一个，会通改变一个，安尼互世界才会通一步一步行向上帝国。伫第4章第1节到20节，亚证的披露了后，而且耶稣阁摕着2个甲亚证经济相关的披露，伫中间阁放无共款的经句。其实咱会通对23节到24节会通听到迄个关联性，迄个关联就是耶稣所讲的有耳孔的着听，都爱留心听。这嘛是咱顶礼拜一个真要紧的信息，咱爱听上帝福音的种子栽种伫咱的内面。咱知影这个世界充满无完美、无理想，充满侪侪冲突甲困境、缺陷，就是伫即款的处境的下底，咱自然会通去期待一个理想的国度，咱讲乌托邦会实现。但是基督的信仰是期待人会通将上帝国实践伫咱所徛起的世界。咱即马就来看耶稣所传上帝国的信息，到底咱要安怎来做，才会通互上帝国落实伫咱的世界。咱首先，咱来看21节到25节，遮所描写，遮耶稣用一个比喻来讲起点灯的代志。点灯了后，要放伫灯台顶，还是要放伫面床骹？耶稣的讲道，伊用真侪人日常的生活的事物来做比喻，对人家己的生活的处境所讲出这个信息，互人会当有更较深的感受。这个灯台是古早时阵的人，逐工拢爱用到的。咱即摆有电火拍开是真简单，但是咱爱去想象，2000多年前无有火的时代、黑暗的时代，你若伫厝内要食饭，你无有迄个火是无法度的，所以一定爱有灯台火伫遐来点灯。所以古早人因足早就去困，因嘛足早就起床。伫迄个中间，这个灯台火是要来照光的。你若放愈悬，照光的范围就愈大。伫这个比喻是线接耶证的比喻，伊的重点也是由原是上帝的道理，咱是听道的人。这个点火是为着照光，安尼你听到了后，听到道了后，你的心哪亲像火，互点道了后，咱要到底要做啥物代志？伫迄个时代黑暗中受迫害的内面，咱领受耶稣基督迄个道、迄个火种伫咱的内面的时阵，你要将这个火甲合无花，也是要放伫悬的所在。21节就是要互咱看到，咱爱将上帝道来甲分享出去。因为点灯了后，毋是放伫斗下，也是面床骹，咱是要放伫悬的所在。咱袂通将上帝道真做宝贝放伫咱的心内藏起来。咱通常会将要紧的物件、珍贵的物件，甲藏起来。你有一个炫招，所以你甲藏起来，无爱互人知影。但是耶稣伫遮所讲的，上帝道就是光，这个光毋是甲藏起来，毋是你当你拄着患难的时阵，惊对着看到你是光，所以安怎，你就紧甲藏起来。点着这个灯，点这个光的时阵，
是要放伫悬的所在，爱互人知影啥物？知影耶稣的道。所以耶稣的譬喻真浅白，点灯是为着照光黑暗。这个灯也爱放伫悬的所在，所以咱听道理，咱也是需要真做一个传道的人，甲人去分享。会甲咱讲起，这个道是一个安怎会当透光的道。如果真正了解耶稣所传的道，这个道一旦进入伊的生命，伊的内心就若亲像有互火照光，照光就是无法度稳重啦。伊会通成做一个自然分享出去的人。换一句话，上帝话语亲像种子栽进咱的内心，这个人也爱亲像夜景的人出去夜景，门徒领受这个道，伊爱去行道，去宣扬福音的责任，成做一个夜景的人。马太福音第5章第3部分的内面，耶稣嘛讲起类似的教导。伊甲听到军队者来讲，耶稣甲因讲：“恁就是世间的光。”甚至进一步会讲起，恁的光也应该照伫人的面前。今仔日，耶稣会甲即阵军队的人会讲起，所点到这个灯，应该是放伫悬的所在。迄个光是要照透黑暗中。互黑暗的中间，亲像有大光的照，咱内心若真正有真光的生命，咱的生命也会透出迄个光出来。你敢有互人看见耶稣所讲的“恁就是世界的光”？2:30要甲咱讲，福音的真光是无法度暗藏的。上帝道若是临到一个人，伊会显露一切的暗藏，无要互人知影，甚至伊家己毋知的。上帝道亲像光伫黑暗中来照出，伊会显露出人的罪，甚至显出世界的罪恶。希伯来书第4章12节到13节安尼讲起。上帝话是活泼有力的，比双面内的剑搁较利，连灵魂骨髓拢会通刺透，会通判断人心内的这个欲望意念。无有一件代志会通上帝温慢。所以你甲看，以伯来书第4章，迄个是真清楚的讲起，上帝话是活泼的。比双面内的剑搁较利，会刺透人的心。这拄拄是亲像耶稣伫遮伊的譬喻所讲到的，上帝的道，敢有真正刺透咱的心？若是真正会刺透咱的心，咱就听到这个道，咱就会离开黑暗来悔改。2:40节要说明上帝根据咱对道的回应，甲所做工来报偿咱。当咱接受伊的道，留心听道的时阵，咱就会通得到搁较侪，搁较侪啥物？搁较侪对道的认捌。上帝道成长，迄是需要开时间的。上帝回应。总是安怎？是丰富的。圣经内面讲，要互恁加添搁较侪。上帝道，若哪伫咱的心内成长，安尼伊互咱对道的理解也要哪来哪侪，要对道的负担也哪来哪侪。25节要讲起这个奇妙的真理，侪就互伊搁较侪，少的。互伊搁较少，无的就无法度得到。
有诶会通搁较有上帝道。伊所应允的，就是你领受愈多，就是安怎爱愈会通分享。你领受这个道愈多，你就爱诚做一个哪分享上帝的道的人。真正的管家就是安怎，主互伊交代者，伊就是伫遐分享搁较济。你是5000个、2000个，也是1000个。你也领5000，你分享就搁较济。愈分享，上帝的祝福是愈多。煞只咱来看26节到34节，耶稣伫遮讲到两个譬喻，上帝国哪亲像财政的经济。耶稣的譬喻开始，拢会讲起上帝国哪亲像。这是上帝国譬喻开始，通常用这个语言来开始。迄个目的就是要互咱明白、认捌上帝国的内容。上帝国就是耶稣做王来治理的所在。无论这个上帝国是伫咱的心内，也是整个的社会，若是迄个社会是掠上帝国耶稣做治理的时阵，迄个所在就愈互人看见上帝国的现象。当咱的教会讲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的时阵，这就是咧表明教会顺服基督。教会使命就是咧实践上帝国的价值。那延续顶礼拜，咱看第4章第1节到20节亚证的譬喻，咱搁较会通清楚，这所亚的证是上帝国的开始。亚证了后，成长的过程是对暗暝到日时不断的成长，甚至连亚证的人咧困，迄个成长也悠远持续。为什么上帝国会通安尼来成长？上帝话语福音的信息，伊本身就是安怎有伊内在的这个力量。那亲像先知以赛亚安尼讲起，讲我的话亲像雪甲雨对天降落，无搁转来。润得土地，互五谷生产，互野种的有种子，互食的有美牛。我的应允的话就是安尼，我的话袂空空，要成就我的计划，执行我的旨意。这是先知以赛亚书55章第10节到11节，所以先知咧讲起上帝话，亲像迄个经济共款。上帝话一定安怎会成全？28节写着讲，这个成长是自然而然的，这也显示出自上帝道、上帝的国的能力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。当咱遵守上帝的道，将上帝的道甲人分享的时阵，上帝国就是伫咱无特别注意的下底，伊渐渐伫遐成长结实做。这互咱会通去学习着。当咱顺服上帝的道，也是讲上帝经旨的时阵，咱做咱会通做的，自然而然会通成长结实，直到上帝国的修成。这是上帝伊所做的工。咱亲像伫《哥林多前书》比迄个保罗咧写批的时阵，写互即间教会咧讲起，有人野种，有人管压，但是独互伊成长的是啥物人？是上帝。咱有当时咧分享福音的时阵，也是安尼。有人咧野种子，有人互伊成长。我的老爸已经过身足久啊。有一天，阮妹妹伫教会，伊讲啊，你是某物人，
查某囝敢是？伊讲是。啊，阮妹妹毋捌伊，对方甲阮妹妹讲一句话：我真感谢恁爸爸，伫我人生真困难的时阵，我传福音。我到伫今仔日，我犹原感谢伊。阮妹妹转来，伫迄个群组内底讲今仔拄着的代志。其实是啥物人，互伊会通得到帮助？毋是干那阮爸爸，伊可能是一个野种的人。因为伫教会内面有真侪人，拢是咧亲像管压的人。伫教会内面，咱爱亲像管压的人。咱教会有即个雨伞卡的事工，咱教会有新婚小组的事工。迄个做是一种野种，搁较侪时间是咧做管压的工课。即款管压的工课，就是要互咱伫迄个中间，你甲看自然而然就会通成长。迄个成长的，的确是上帝亲自的做工。上帝国就是迄个自然而然。你甲想看卖，耶稣基督伊出来传福音的时阵，只是一个人，佮呼召12个学生，是安尼来展开的。第二个譬如的讲起，上帝的权能是上帝国的国度中间的运行。有人摕来一粒真细的种子，挂彩纸的一粒，挂彩纸亲像红皮山迄个沙啊，遐尔细，种伫土里，伊安怎渐渐大起来？这拄拄互咱明白，上帝国是至微细的开始。这个微细的开始，往往互人忽略，也是看轻。成长爱偌久的时间？成长拢爱有时间。时间毋是在伫咱的手，乃是在伫上帝的手头。但是咱一定爱知影，成长爱有时间。这甲现代人咧讲求迄个追求速成，迄是无共款的。上帝国的成长是超过咱的眼界。一开始是一粒仔囝，渐渐愈来愈大，大甲亲像一丛树，会通天顶的飞鸟歇伫顶头来造收。新约圣经内底，互咱看到上帝国的扩展，就是对耶稣基督这一粒亲像挂在枝子迄个种子共款，迄款的行动。然后耶稣呼召12个学生开始宣扬上帝国，但是迄个时代2000年前，无人会想到讲耶稣基督这个细细的信仰团体，后来既然会通成做世界真有影响力，伫现代的信徒已经超过21亿的信仰团体。上帝国是对真髓影响力开始的，扩大成做影响全世界的力量。第34节咧表明，咱加入这个信仰团体，咱就会通更较进一步来认捌上帝国。因为这段话安尼讲起，总是因用譬如对因讲，但是单独甲门徒做阵的时阵，就因解说一切。咱今仔日咧做礼拜，咱今仔日咧读圣经学校，咱咧造就，就是安怎听讲解来明白一切。这是教会2000年来一再伫迄个中间解说圣经伫咱的时代的应用。无共款的时代，迄个理解会无共款。通过这款的理解，帮助咱会通回应上帝国。煞者，咱来看35节到41节，遮所描写。这个35节咧讲起，讲迄日天暗的时，迄日天暗就是安怎？因要休困啊，一日的工课已经做了啊，但是当你想要休困的时阵，往往迄个考验
有血的啉到。那亲像伫创世纪内面，迄个蛇的引诱夏娃的时阵，为什么要用蛇？我以前捌讲起，因为犹太人认为蛇就是真狡诈、真狡软，因住伫旷野的中间，因为旷野暗时的时阵天气会变寒冷，蛇就安怎找芳入来到伫伊个大的天道内底，含伊困做阵。当你困了上爽快的时阵，无有感觉的时阵，蛇嘛安怎甲你加落去？同款的，当逐个人想要来放轻松的时阵，想爽歇的时阵，迄个引诱就来。咱看到迄日天暗啊，要休困，但是因的信心考验就来啊。耶稣甲学生规日通暝做工，耶稣叫学生顾船啊到伫河的对岸，但是这个时阵所拄着的考验，是对因信心的考验。考验的所在是因上熟悉的这个加利利河这个所在，伫这中间起这个风影，迄个海影拍入去船内，圣经描写讲船满水要沉落去，耶稣犹原在困。我想耶稣可能是真忝，因为规个做工，规日的服侍，到伫暗时的时阵，拄会当美一个。加利利河是伫海平面下底210公尺，伊的四周围拢是关山，到伫黄昏暗时的时刻，知影水性的人，伊袂伫迄个中间落水，因为迄个关度差度真大。海面上的这个烧气往顶头山顶的冷空气落来，所以拢会造成这个暴头风，这是台语圣经的翻译。迄个暴头风就是咱今仔日咧讲起垦丁恒春，每年的10月到过当年的3月，拢有这个落山风。迄是一个东北季风对迄个关山吹落来，吹到伫海边啊。但是咱看到恒春的山并无悬，但是加利利海的四周围的山是真悬，伊迄个海面佫比一般的海面佫较低210公尺，安尼相差起来差不多1000公尺，所以迄个落山风也是暴头风，是比垦丁加几60倍的强。所以马可福音咧描写讲，迄个大影灌入去船内面，即款的危机，耶稣犹原会休困。咱阁转来到第35节的记载，是耶稣吩咐门徒讲，咱到河的对岸。迄若是有经验的即个掠鱼的人，伊检使甲耶稣讲，暗时行船危险，但是因拢无讲，因就想讲耶稣吩咐，阮就去做。所以听耶稣的吩咐，佫会去拄着大风影。连兄弟，这对伫马可福音时代的遐个信徒来讲是同款的意思。阮听耶稣的话，阮军队耶稣为什么阮会去拄着罗马帝国的迫害？甚至嘛会当去问讲，有耶稣的同在，为什么犹原会有即款世间的风影？刘兄弟，咱嘛会去问，为什么咱顺服上帝话，行公义、好人民？谦卑甲上帝行，咱听耶稣的话，去听上帝，去听人的时阵，
为什么咱会去拄着即款人生的风景？当咱咧行耶稣的话、听耶稣的话的时阵，无代表咱就袂去拄着风景，无代表咱就会当一帆风顺。这是互咱看到的。总是有一件，就是学生伫迄个中间咧拗叫，讲先生啊、老师啊，阮得要无命，你兼安怎？无，我不在乎，你兼无要紧。门徒虽讲是家己厉害的即个真牛的开船的人，也是讲过船的人，也是掠鱼的专家，但是因所拄着的是超越伊的能力。伫因能力无法度去面对的时阵，因有一项值得咱学习的，就是拗叫耶稣，因为因知影只有耶稣即时是因的倚靠。耶稣回应门徒的是安怎？刺激遮的风影，静落来，定落来，风影就平静落来。然后耶稣伫迄个中间，一甲遮学生一讲起，讲恁哪会遐尼惊？恁要无信心是无？所以咱看到耶稣毋干那刺激这个风影，也伫遐会刺激这个门徒。所以有2次的斥责，第2次的斥责是显出耶稣对门徒的期待，望门徒搁较有信心，互因望因搁较勇敢。这若去徛伫迄个时代，因咧面对罗马帝国的迫害的时阵，检查耶稣会问因：恁爱较勇敢，恁爱有信心。伫遮讲着门徒2遍的着惊，一遍的着惊是拄着风影的着惊，风影平静落来，因伫遐搁着惊，因着惊。伫41节讲啥？即个是甚物人？连风甲影拢顺服伊。到底咱要惊什物人？咱要惊的是迄个罗马帝国的凯撒，还是要惊的、敬畏的是即位互风影平静的耶稣基督？这是41节所要问的问题。有2次的斥责，有2次的惧怕。第2摆的惊吓，迄是真正是咱人生拄着的惊吓。第2摆的惊是安怎？信心的成长，互因入捌无共款的耶稣基督。对这段经文内面，会通带互咱什么款要紧的信息？第1项要紧的信息，要提醒咱，灯是用来照光的，毋是安怎夜光。咱的生命是爱透光的，毋是暗淡无光。伫遮用灯来延续迄个夜景的披露，就是上帝国的信息。耶稣讲起，伊就是世界的光。这个世界的光是安怎？要照光黑暗中。咱徛起的所在敢黑暗？若是对香港的兄弟，2、3年前因感觉讲黑暗，即马黑暗搁持续，受掠到伫中国的人，嘛犹原是安尼。这个黑暗中，咱要安怎去面对？世界的黑暗，有侪人犹原伫黑暗的中间。咱活伫台湾。咱有搁较侪的即个民主自由，咱的世界有的所在是黑暗中，有的所在有光在照。有一个犹太拉比捌讲一句话，讲弥赛亚的名就是光，
所以当耶稣宣布伊是世界的光的时阵，就是咧宣告伊是弥赛亚。伫遮咧讲起点到迄个顶的时阵，发出光，这马上会通互人联想到，伊的话就是光，要来照光这个黑暗，迄就哪亲像弥赛亚的临到。因为马可福音后来就开展一个主题，弥赛亚。这个弥赛亚，甲过去因认捌的弥赛亚有啥物款的无共？伊用遮会讲起弥赛亚是一个亲像光共款的照光黑暗的所在。咱若等于看伫圣经旧约的中间，有真侪时阵会描写这个光，讲耶和华是我的光，诗篇27篇第1节。以赛亚书6章19节，耶和华你要做我永远的光。约伯记内底讲起，我照着上帝光行伫黑暗中。弥迦先知第7章第8节安尼讲，我虽然坐伫黑暗内面，耶和华却诚做我的光。点到迄个灯是为着要来照光。黑暗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代表环境中的暗，一个是咱徛起的时代的暗。当罗马帝国世界在宣扬帕斯罗马纳罗马和平的时阵，迄是掠罗马皇帝最中心的国家崇拜，宣称帝国的和平，拢是因为有罗马皇帝的存在。罗马皇帝亲像神会固守伊的帝国，所以帝国所有的百姓拢爱向伊来敬拜。对着帝国的洗脑，基督徒也会面对迄当时即款的引诱。咱敢要顺服罗马帝国是至悬的神，认同这个帝国，咱讲大外宣。伫帝国的统治下底，这是早期教会无法度回避的挑战。对伫帝国的挑战，如果基督徒无法度觉醒，安尼咱真容易安怎行入迄个地面上国度的价值。所以马可福音的作者伫迄个中间写出一本福音书，一讲起只有这位耶稣是上帝的囝。只有伊的出世，才是安怎？才是福音。伊的话语，就若亲像种子栽种伫咱的心内；伊的话讲出来，若亲像互咱伫黑暗中看见光啦。这是演说，互咱会通去感受到初代教会因面对迄款帝国的迫害，作者要来提醒，咱爱将这个光开出来，耶和华。这耶和华毋是用武力来对抗帝国，乃是用上帝价值、上帝话语来对抗帝国。第二项要紧的假事是要互咱知影。信心是一种真刻意的行动。圣经内面，咱看到人拄着困境，外在有风影，内在有迄个邪灵的攻击。咱咧回顾头前耶稣的讲道的时阵，伊的话刺插伫人的心内，人的心内安怎？邪神显露出来，伫遐讲，我知影你是上帝的囝。邪神伫遐闹场。是因为伊听到耶稣的信息，咱有当时人生的困境嘛是安尼，外口有外在的风影，内在咱亲像保罗所讲，内面有迄个良善，有迄个邪恶两个溃力伫遐游来游去。用一个神学家保罗田立克的话会讲起。人的内在有神性，有魔性。迄个神性甲魔性伫遐争执，伫遐游来游去。
咱若顺服伫上帝，上帝话语就帮助咱落在迄个神性安怎会通较赢过落在迄个魔性。耶稣伫即个中间，伊是咧甲学生提醒：恁为什么惊吓？敢讲恁无信心吗？恁无信心吗？迄个信心毋是一种自动装置，拄着困难就马上出来，毋是。迄个信心是咱爱随时甲主三个连结。有当时信心是一个真刻意的。耶稣的意思是讲，恁有这个信心，但是恁太无摕出来用。恁有这个信心，太无摕出来用。那亲像咱礼拜堂的厝尾顶，咱有迄个自动洒水系统，但是自动洒水系统过去定的是温度到偌悬的时阵，伊家己会压水。结果有一天，玉贤长老甲我讲，牧师，迄个好像洒水系统没有洒，因为伊仔顶有看到迄个点仔角。甲我讲的时阵，咱都有这个装置，太无甲摕来用的意思，所以去看后壁遐怎，迄个开关毋知啥物人甲关起来，然后就甲拍开，伫迄个中间，信心就亲像安尼。咱有这个物件，但是你拢无去甲用。咱的信心，上帝互咱有信心，耶稣基督甲咱三个弟弟有信心，但是咱无甲摕出来。当咱拄着风影的时阵，咱一直面对风影，互风影惊吓。莫袂记，亲像前耶稣甲互迄个半身不遂的人会通得到医治，耶稣嘛互迄个手孤单的人会通得到医治。伫这个信心的中间，需要有行动。当咱拄着苦难的时阵，毋是去多想，毋是甲囥的无管。信心是一种刻意的行动。你咧面对挑战的时阵，你爱有行动。那亲像雅各，这个马可，伊咧面对这个初代教会受迫害的时阵。伊的行动是啥物？就是写出这本福音书，通过上帝话来对抗罗马帝国的迫害。雅各书内底讲到信心的时阵，嘛安尼讲兄弟姊妹，若是有人讲伊无信心，却无法讲伊有信心，却无法度用行为来证明，安尼这个信心无法度救伊。佮讲。恁相信上帝只有一位，真好，写神也相信，并且真惊伊。然后雅各会讲起信心无有行为是死的，信心无有行为是死的。写神嘛相信，罗马帝国皇帝嘛相信有神啊，伊就掠家己做神啊。恁相信神，伊嘛相信。但是你面对这款的迫害时阵，若无行动是死的。这是互咱看到，面对帝国的迫害，面对所拄着的风影，伊毋是伫遐消极，伫遐互风影吞食。伫迄个中间，因做因会通做的，其实因有做，因呼求耶稣。甲耶稣讲，你敢无看到？耶稣会问咱有信心，咱要安怎甲表明出来？这是一个真大信仰的功课。当咱的世界悠然面对伫地面上的国，甲上帝国价值的这个征战的时阵。愿上帝帮助咱信心哪加添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你将你的话亲像种子压伫阮的内面，
你的话就哪亲像光，互阮来接受。亲像你也甲阮讲，阮是世界的光，光是爱放伫灯台顶，放伫悬的所在。阮也要将你的话宣扬，放伫悬的所在，互上帝国的价值较赢过帝国白贼的话。今仔日台湾也要面对无共款帝国的威胁，愿你帮赞，互阮会通伫世间风涌的中间，较就君主。你的神要成做阮的帮赞，来固守阮，互阮的世界会通行往上帝国。实践上帝国，也期待迄个新天新地早一日临到伫阮的所在。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咱三个来念回应诗，圣诗71首，基督世界之光，请起立念全首。请坐，这是公道时间，咱为下面三项事来祈祷。头一项为宪歌队团契2023年首长的改选；第二项为推荐技术候选人，甲10月16日会召开；第三项为台湾国家安全甲亚太区域的和平。咱即是出声来祈祷，公道线请事县长蔡仁杰执事来做结束的祈祷。
就是请托人家特殊来做结束祈祷。仁慈的上主，阮要伫10月中召开中级改选会员互会，并伫进前改选先挂队队长、团契会长。求你亲自竞选合你心意的中级队长甲会长，赐落疼心智慧，互教会借着逐项事工，服侍你所创造的世界。阮嘛要为着台湾来祈祷，虽然台湾拄着济困难，直到阮身受扰乱，充满不安甲看路，总是你的恩典时刻向阮保证，你不变会听。求你，互所有的人伫和平安全中活出你的旨意，望你的国临到，荣光归你的圣名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的奉献。请大家起立，咱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。请坐。这时我来报告，请掀开周报通知事项。这个月伫月长老朱大庆长老第一项接受候选人推荐，对今日开始，小会定伫10月16召开中级改选会员好会。推荐表请伫9月24下昼6点以前送到办公室。小会要伫9月25进行审查甲推荐的作业。会员的名单甲接受备选举的名单会公布伫公布栏，若有毋对的所在，请甲小会书记
欢迎着长老联络。啊，注意事项阮请咱家己看。第二项，规定奉献，奉献地，较伫咱大礼拜堂的奉献柜，若做无奉献地，也是有需要，请甲行政部门也是办公室来联络制作。第二场礼拜的兄弟，也请做伙伫大礼拜堂的奉献柜遐来摕个人的袂定奉献地。第四，教会太座基督会定伫每个月第2个礼拜3暗时举行。即礼拜9月14暗时7点半，主题是为台湾甲亚太和平。伫咱教会礼拜堂。第五，圣经学校秋季班，前礼拜已经开始上课，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，请为圣经学校来代祷奉献。主日课程，请咱注意，今日有马太福音的第10讲，甲信仰基要，甲生活实践的课程。第三个课程今日暂停，因为老师今日确诊袂得来吼，这请咱注意。第四个老养主长老本来有开圣经白话字，这个学期这个学期无要开吼，所以请咱注意吼，这边的秋季班。无要开圣经白话字课。第五个是生活韩语，是韩国牧师赵和英牧师来开课。伫拜六的课程，对9月17开始开课。第六项，中职的改选会员好会，定伫10月16，要召开中职的改选会员好会。请县歌队甲团契。伫即个时间进行改选。具体消息，主来平福佑长老伫9月75下昼3点安歇主怀，女婿72冬，愿上帝安慰遗族，也安慰每一位人捌欢迎长老的同工兄弟。幼年会话礼拜定伫9月23，拜5个点半伫第2殡仪馆至真一厅。个别礼拜定伫9月25下昼1点半，伫咱济南教会。其他的团契消息、教界消息、代祷事项，请家己看。伊是请牧师来介绍新朋友甲请安。而且来介绍咱中间的新朋友吼，先来介绍的是黄祥志甲杨庭伟，毋知坐伫大，互咱熟悉者过个吼，因为因即个年底伫教会遮要来办婚礼，过来是来介绍是黄仁之，毋知坐过欢迎。过来介绍的是吴奇煌。欢迎！咱也甲咱来宾甲咱兄弟彼此请安，愿上帝祝福咱祝大家。三个来吟圣诗402首，恳求主，你引带我脚步，踏起吟诗煞，要请牧师来祝祷。
当我将恁交托伫上帝甲伊恩典的道，是为建立恁，互恁得着业，伫朗总正诚的人的中间。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要上帝极大的疼痛，以圣神的相通，甲恁正大家三个地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，得到所聚会。若有需要带到的兄弟，还是新朋友，请来到中庭雨伞骹，牧师长老同工为恁祈祷。因为外口落雨吼，踮伊要出入，对头前遮出入